家好，大家好，你们要講廣東話。大家好，母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今日我嘅題目唔係講母親節，今天我的題目不是講母親節，因為我喺預備呢個講章嘅時候，我喺歐洲嘅時候，然後先記得係今日係母親節。因為我在歐洲的時候預備講章的時候，才記得今天是母親節。所以要改講章係太難，所以冇改到。要改了太難了，所以沒有改。所以繼續講呢個啟示錄。所以我們繼續講啟示錄。上個月我去喺呢個復活節嘅時候，講到耶穌基督係喺呢個十字架上打敗咗魔鬼。上個月我在復活節的時候，我講到耶穌基督打敗魔鬼。亦講到整本聖經係從創世記第3章15節講到魔鬼傷咗耶穌基督嘅腳跟。你在創世記3章5節講到魔鬼傷到耶穌的腳跟。耶穌基督就打碎咗、傷咗魔鬼嘅頭。那耶穌基督就打碎傷了魔鬼的頭。呢個講到呢個大災難，呢個 tribulation 呢段日子，7年嘅日子。也講到7年的大災難。前個月我已經講到前半期，前嘅3年半。上次我講到前半期3年半。今日係繼續講呢個前半期前3年半，同埋中間終點嘅轉折嘅時候。那今天會講到，也會講前3年半，也講到中間的邊移。喺呢個大災難之前開始有一個好重要嘅轉折點，就係呢個教會被提，耶穌基督翻嚟。那在這個大災難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就是教會被提。大災難嘅中間終點就係魔鬼被踢出呢個天堂，係嚟到呢個地上。那大災難的中間是魔鬼被踢到，從天堂踢到地上。所以今日講嗰個重要性喺邊一度？今天又講到這個重要性喺邊度？重要性在哪裡？喺聖經裏邊呢個教導耶穌基督會係喺第2次翻嚟嘅時候，係喺呢個大災難嘅之後。那聖經講到耶穌基督再回來嘅時候，就在大災難的之後。喺呢個教導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咧，佢會喺呢個耶路撒冷嘅橄欖山上邊降落。那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他會在耶路撒冷的橄欖山。如果你去過耶路撒冷嘅時候，你睇過橄欖山一望入去聖殿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經過嗰個東門。那如果你去過耶路撒冷，你知道在橄欖山，那看到聖殿嘅時候要通過那個東門。呢個東門亦又叫做金門，亦叫做美門。那個東門也叫金門，也叫美門。所以然後佢喺個聖殿嗰度就作王啊佢。那耶穌基督會在聖殿裡面作王。但係喺經過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翻上天上之後，那耶穌基督經過釘十字架回到天上之後，喺頭嗰幾個世紀嘅時候，耶路撒冷被呢個羅馬佔領咗，然後再俾呢個回教佔領。那耶路撒冷給羅馬佔領之後，後來也給那個回教佔領。但係回教人都知道耶穌基督會翻嚟嘅時候會經過東門。那回教他們也知道耶穌回來的時候要經過東門，然後去入嗰個聖殿，然後會進入聖殿。所以佢特登將個東門嚟封咗，用石嚟封咗。所以他們故意把東門用石頭封了，等唔俾耶穌基督經過東門去呢個聖殿。那耶穌基督就不能從東門進去聖殿了。唔單止唔俾佢封咗個門，而且喺外邊咧呢度起咗個墳場喺度。那不單是把門封了，也在外面建了一個墓地。我哋係神嘅信徒。我們是神的信徒。神係全能嘅，耶穌基督亦係全能嘅。神是全能的，耶穌基督也全能的。你估耶穌基督會唔會怕呢個門閂咗之後入唔到去東門，過唔到東門去到聖殿呢？你說耶穌基督會因為這個門封了就不能進去聖殿呢？神係掌管一切，掌管歷史，掌管宇宙萬物。神掌管一切，掌管
歷史，掌管宇宙萬物。呢啲係咪好愚蠢嘅行為？他們真的是很愚蠢的行為。但係我哋做人好多時都覺得我哋做嘅嘢可以阻止神。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想到，我們做的事情可以阻止神。啲回教嘅信徒就覺得佢可以阻止到神。回教的信徒也這樣想。但係我哋基督徒有個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基督徒也有問題。我哋以為自己可以幫到神。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幫助神。我哋唔阻止佢，但係幫佢。如果你唔幫佢，神做唔到啲嘢。我們不阻止他，但是我們覺得我們要幫他，不幫他就做不成。但係神係唔需要我哋幫佢。但是神不用你幫。喺個歷史從呢個創世記3章15節，去到最後啟示錄最後嗰頁，去到新天新地，都唔需要人去幫手嘅。從創世記到新天新地，神也不需要我們幫。但係神係俾我哋有咁嘅福分去同佢同工。但是神給我們福分，跟與他同工。我呢近大約10年都讀緊呢個啟示錄。我最近十年我都在讀啟示錄。我哋廣東話細胞小組都讀咗幾年。廣東話的細胞小組也讀了好幾年。卒之都讀完咗。終於讀完了。當我讀呢個啟示錄嘅時候，我喺近來寫講章嘅時候，再喺度深思一下。但最近我在寫那個講章，我再深思一下。呢個可以提議大家，我哋睇啟示錄嘅時候咧，係要分2層去睇。提議大家看啟示錄嘅時候要分開兩個層面。尤其是睇到大災難嗰7年嘅時候。尤其是看到大災難的7年。你睇到嗰7年裏邊發生咗好多事。那7年發生很多事情。所以分開2層去睇。分開2層。因為有啲發生嘅事情咧，佢哋係冇時間觀念嘅，係冇次序嘅。有些事情發生沒有時間的次序。其實嗰啲係喺邊度？喺天上發生嘅事情。因為在天上發生。佢發生咗嚟解釋地上發生嘅事情。那它發生，就是來解釋在地上發生嘅事。所以今日可以同大家分析下，邊啲係地上有時間觀念嘅有次序嘅事情。那今天我來解釋一下，什麼是在地上發生有時間的次序。而有啲喺天上係冇時間觀念嘅，但係用嚟解釋地上發生嘅事情。那些是在天上呢，沒有時間的次序，但是可以用來解釋在地上發生的事。有次序嘅，好似7印啊，好似7個號角啊、7雷啊，同埋7碗一樣，係有次序嘅。有次序的，好像那個7印、7碗、7雷。但係喺呢個啟示錄裏邊講到女人啊、龍啊嗰啲喺天上發生嘅事，甚至天上打仗係唔關地上事，但係有影響地上嘅事情。但是在天上有講到女人啊、打仗的是有龍啊，但是不影響地上，但是有解釋地上發生的事。所以我哋讀啟示錄嘅時候，可以分開4個唔同嘅框架嚟睇。我們看啟示錄可以分開4個框架來看。喺前半期前嘅1/3喺地上發生嘅事情。前半期在地上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喺同樣喺前3年半裏邊喺天上發生嘅事情。還有前3年半在天上所發生的事情。然後下一個月就會講到喺後半期喺地上發生嘅事情。那下次我會講後半期在地上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喺後半期喺天上發生嘅事情點影響到地上發生嘅事情。然後後半期在天上所發生的事情怎麼影響地上的事情。所以當我哋睇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嗰個次序同埋佢嘅關聯嘅時候。當我們看到那事情發生的他們的關聯的時候，所以我哋睇呢個啟示錄嘅時候，要睇2重方面，睇一睇就喺天上嘅意義，同埋喺地上發生影響嘅後果。那所以我們看啟示錄嘅時候，要分開2層，天上所發生嘅是地上嘅意義。然後從呢個啟示錄開始，從呢個被提同埋大災難開始嘅時候。那從啟示錄看到被提跟那個被提跟那個大災難開始的時候，同呢個開呢個7印同埋呢個7個號角同埋7雷同埋7碗嘅時候，好似嗰個嚴重性係越嚟越加上去嘅。看那個7印、7碗、7雷，越來越嚴重性越來越大。所以可以講叫力度不斷嘅升級。好像是力度不斷的升級。而嗰個影響力係越嚟越大。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係可以講天上發生嘅事情係嚟框咗喺地上發生嘅事情。那天上的事情發生就變成在地上的一個框架。當我將呢個分析咗呢個
大災難嘅時候，我係列咗大有42項事情。那我看到大災難的時候，我大概是分開有42個事情。但係有人可以將佢變成45項或者40項，也有人分成40跟45項，但都唔好大分別嘅啫。那分別不大，係其實一個故事。只是指着一個故事。呢個故事就係救贖嘅故事。就是一個救贖的故事。係上個月講到喺呢個創世記3章15節，神要救贖呢個亞當夏娃，救贖佢嘅兒女，救贖佢嘅後裔。就是從創世紀以來，神的一直在有那個救贖的計劃，救贖亞當夏娃跟他們的兒女。包括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死，然後到呢個被提，到呢個大災難，到最後一戰，然後最後千禧年，都係神嘅計劃。從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復活，他最後大災難，然後他的再來，都是一個救贖的計劃。喺前面嘅框框裏邊，我哋分開咗，大約係有23個嘅事情。那我們大概前半期可以分開23個事情。大家都睇到被提、七印、144000個傳福音嘅人。144000的傳福音的人。呢個係喺從12個支派出嚟嘅猶太人。是從12個支派出來的猶太人。然後7個號角。還有7個號長。呢啲全部都係有次序嘅。全部都是有次序的。係有時間性嘅。有時間性的。然後呢個邪惡嘅呢個係叫 demonic 呢個蝗蟲出嚟。還有一個邪惡的蝗蟲出來。呢啲唔係普通嘅蝗蟲，呢個係特別嘅蝗蟲。它這個不是普通的蝗蟲，是一個很特別的蝗蟲。係魔鬼放出嚟嘅蝗蟲。是魔鬼放出來的。然後最重要就係睇下仲有2億嘅邪惡嘅呢個騎兵，呢啲唔係人騎兵，呢啲係好似而家嘅機械人咁樣嘅形喺聖經裏形容。還有2億的邪惡的騎兵。然後有7雷。還有7雷。神叫呢個約翰唔好寫詳細關於個7雷出嚟。7雷可以講係一個神秘嘅宣告。神叫約翰不要寫出來，是一個很神秘的。然後最後呢個敵基督將聖殿嚟量咗，然後將一部分交咗俾外邦人，交咗俾呢個列國。還有敵基督出來把聖殿測量，然後分了一點給那個各國。然後有2個見證人出嚟，2個 witness 出嚟。還有2個見證人。呢2個見證人同埋嗰104400嘅傳福音嘅人一齊傳講神嘅話語。這2個見證人跟那個144000的人一起來傳講那個神的話語。當呢個大災難開始之前，被提教會被提嘅時候，當大災難開始嘅時候，教會被提。世界上再冇基督徒啦，喺嗰段時間裏邊。那時候世界上再沒有用基督徒。因為所有嘅基督徒已經係提上天上，剩低嘅教會入邊嗰啲剩低嘅人係唔係基督徒，係唔係信者嚟嘅。因為基督徒已經被提了，留下的都不是信主的。但係經過144000嘅傳福音嘅，加埋呢2個見證人，將來會再有新嘅信徒出嚟。但是經過這144000，還有後面的2個見證人，那到時候要再有基督徒。但呢班信徒會經歷好慘嘅日子啊！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候。但是這一批的信徒會遭遇很慘的事情。所以喺呢一段日子裏邊，喺天上發生啲咩事呢？那在這段時間，天上發生什麼事情呢？講到有個女人。講到一個女人。呢個女人就係代表以色列。這個女人猶太人。代表以色列猶太人。然後佢嘅兒子，佢嘅嬰孩。他的嬰孩。嬰孩就代表耶穌基督。是代表耶穌基督。因為魔鬼會攻擊耶穌基督，攻擊個嬰孩，好似呢個耶穌基督降世嗰個故事一樣。那因為魔鬼會攻擊這個嬰孩，就好像耶穌基督降世的時候。耶穌基督係從猶太人當中出生出嚟嘅。耶穌基督是從猶太人生出來。咁然後講到龍就係嗰個跌倒嘅呢個天使長。那還有講到龍，這個龍就是那個跌倒的天使長。又話喺呢個伊甸園裏邊引誘夏娃嗰條蛇。
就是那個在伊甸園裡面引誘那個夏娃的蛇，佢就係撒旦，佢亦係魔鬼，亦係古龍。他就是撒旦、魔鬼、古龍。然後頭先讀嗰段經文，林曉影讀嗰段經文就講到天上發生嘅大戰。那剛才我們讀的經文就講到天上所發生的大戰。天使長米迦勒 Michael 又帶佢啲天使打贏咗魔鬼同佢嗰啲魔鬼仔。那天使長米迦勒帶領他的來打敗那個魔鬼。第5步係好重要，呢個就係整本中段嘅最重要嘅一環，就係魔鬼被踢出呢個天堂。那第5個是很重要的，是魔鬼被給踢出天堂。即係話今日個魔鬼喺呢個世上，佢亦係喺天上喺神嘅面前。今天的魔鬼，他在地上，也在天上，在神的面前。點解魔鬼會走到天上啊？那為什麼魔鬼會在天上呢？邊個係控告約伯㗎？誰控告那個約伯呢？就係魔鬼，係咪？就是魔鬼。其實魔鬼今日喺天上喺父神嘅面前，仍然都係控告緊你同我。就是現在魔鬼在天上，也在神面前佢控告我哋乜嘢啊？他控告我們什麼呢？我哋每個人都犯緊罪，係咪先啊？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在犯罪。係咪啊？我哋每次犯咗罪，或者我犯咗罪嘅時候，魔鬼就喺神嘅面前啊，睇下佢，睇下陳永生佢做啲乜嘢。那每次我們犯罪的時候，魔鬼就說：看看，你看這個人做什麼？佢值唔值得得救啊？他值得你救他嗎？魔鬼就係咁嘅工作啦，嚟攻擊我哋基督徒，攻擊耶穌基督嘅信徒。那魔鬼就是這樣一直攻擊我們的信徒。所以呢場爆發嘅戰爭同埋被逐係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啊？那所以這個爆發那個戰爭有什麼的重要性呢？即係話喺呢個大災難嘅中間嘅時候，魔鬼已經冇能力去控告我哋啦。這就是說明在大災難的中間，魔鬼已經沒有能力再控告我們。佢唔喺天堂上啦嘛，佢唔可以喺神面前控告我哋。因為他已經不在天堂，不能再控告我們。所以聖經今日講到咩啊？天上所有嘅天使都咩喺度大歡喜高興，因為魔鬼唔係佢哋喺度搞震。就是因為在聖經說的天使在天上很開心，因為魔鬼已經不在那邊搞亂。所以第6嗰度講到天上有正直嘅時候。所以第6講到天上有那個直。就好似睇戲咁，去到中段嘅時候要休息一下。然後等下個高潮先開始。就好像我們看電影，看到中間又休息一下，再看下面的高潮。講到天使喺度將我哋嗰啲禱告帶好似香爐咁，呢個香氣咁帶到神嘅寶座面前。又講到天使把我們的禱告好像香爐這樣送到神。又講到天使嗰7個天使嘅強大，同埋嗰個小嘅書卷 ，the little scripture。又講到強大的天使與書卷。天上好多宣告啊，講到喺天上敬拜24長老敬拜呢個神，加埋天使，加埋千千萬萬億億萬萬嘅信徒。那也講到天上的宣告，也講到那個在上面長老的敬拜，還有億億萬萬的信徒。如果你讀聖經嘅時候，讀呢個啟示錄嘅時候，你都唔知道個次序喺邊度。那你讀聖經的時候，你不知道那個次序是怎麼樣。但係每一個事情發生，都影響到喺地上發生嘅7印、7嘅號角，同埋7雷，同埋7碗。那但是每個事情發生，都影響上面的7印、7碗、7雷。所以我哋可以從呢個大災難嚟講睇，第一個就係醞釀嘅風暴，喺地上嘅風暴。那我們再看那個風暴的形狀，第一個就是雲浪的風暴。喺影響晒地上列國，它這樣影響到地上列國。然後喺天上嘅戰爭會影響到地下嘅戰爭。那天上的戰爭也影響到地上的戰爭。然後喺終點嘅時候，魔鬼被踢出嘅時候，佢好嬲，佢好唔開心。那你講到終點嘅時候，魔鬼被那個踢走嘅時候，他很生氣。於是嗰個敵基督佢個馬仔變面，係改變咗佢嘅態度，開始唔敬拜神，而要敬拜呢個假神。那個敵基督也開始來敬拜那個假神。3月嘅時候我已經講過7印啦。
3月的時候，我也講到那個七印。短短嘅重複，白馬就係嗰個敵基督。那我們重複一下，白馬就是那個白敵基馬嚟嘅督。時候，佢講到自己好和平、好温柔，去幫人。但是他白馬來的時候，他覺得他長得自己很温柔，佢要去幫忙，佢要去敬拜神。他要敬拜神。但係3年半之後喺終點嘅時候，佢即刻改變，佢唔敬拜神不得已，係敬拜嗰個獸，嗰個假神，嗰個係魔鬼。但是3年之後，他改變了，他不敬拜神，敬拜魔鬼。然後紅馬、黑馬、灰馬，然後紅馬、黑馬，有好多戰爭，有1/4嘅人因為戰爭嚟打，係全世界打死咗。有1/4的人因為戰爭死了。呢個就係上一次講到最後去到7印嘅時候，去到7呢個號角嘅時候，世上多過一半嘅人係喺呢個7年裏邊死咗。那最後經過那個施印的代價，就是有一半的人死了。我哋好多時候話三藩市地震、日本地震係咪耶穌基督翻嚟？係咪呢個末世啊？我們有時候講到在三藩市啊、日本啊地震的時候，是不是耶穌基督回來呢？嗰啲只係小部分嘅地震。那只是一個很少的地震。如果某一個國家好似而家話西班牙啊、意大利啊要破產，好像現在又講到西班牙、意大利嗰都係要破產。一個局部一個小國家嘅經濟有問題。那這只是小國家的經濟有問題。但係當呢個7印開咗嘅時候，當呢7個呢個號角開咗嘅時候，全球有呢個火災，全球有地震，喺7大洋唔同嘅地方、7大洲唔同嘅地方，唔係話淨係一個小國家，唔係淨係美國，唔係淨係日本，唔係中國或者歐洲。但是7印打開的時候是全球大火、全球地震，不是一個小國家、一個小城市。弟兄姊妹，我哋其實神好祝福我哋。弟兄姐妹，其實神很祝福我們。如果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我哋唔會見到呢啲災難。因為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我們不會看到這個災如難。果你係基督徒嘅話，你會被提。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你已經被提。神會保護我哋，唔會經歷呢啲咁痛苦。神會保護我們不會經歷這個痛苦。所以講到第14,400,000嘅時候，仲多係講上一次都講過，嗰係喺呢個12個猶太人12個支派揀出嚟嘅。上次我也講到那個144000是從12個支派揀選出來的人。佢哋嘅責任就喺嗰7年裏邊喺地上傳講福音。他們的責任就在7年以內，他們在地上傳講福音。喺開始被提教會嚟呢個提咗之後咧，地上已經冇信徒啦。但係呢14,400,000嘅呢個傳福音嘅人就會傳到好多新嘅信徒。那時候地上已經沒有信徒，但是呢，這14,400,000的人，他們就在地上傳福音，增加信徒。好奇怪，佢哋穿住白袍，周圍全世界去傳福音。很奇怪，他們穿着白袍，到處傳福音。所以喺天上有咁嘅有個咁嘅景象。所以在天上有這個景象。講到喺嗰個玻璃海嗰度，有企滿晒成千成億嘅人嚟敬拜神。在那個玻璃海上面站滿了信徒來敬拜神。呢個就係反映到喺地上好多人信主。那這個是反映在地上也有很多人信主。呢個唔單止係地上人信主，這個不單是在地上很多人仲信主，有一個好重要嘅呢個佢哋嘅目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喺呢個7年裏邊，佢要救贖猶太人，救贖呢個以色列。那就是在7年以內，他們要救贖猶太人。直至到被提之前，猶太人都唔信耶穌基督，就算今日都係2000年之後都唔信耶穌基督係嗰個彌賽亞。因為被提的時候，猶太人還不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直到現在也是。神係唔會丟棄猶太人。神不會丟棄猶太人，因為佢係神嘅選民，因為他們是神的選民，所以佢哋係會得救嘅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候。所以他們會在大災難的時候得救。但係喺大災難得救嘅人，同埋去到千禧年嘅時候，嗰啲我哋叫佢做咩啊？叫做基督徒啊，一個叫佢猶太信徒啊，一個叫佢乜嘢？那些在大災難得救的人，我們叫他什麼呢？基督徒還是猶太信徒呢？喺嗰陣時係冇猶太人，亦冇呢個所謂教會啦。
那時候已經沒有什麼猶太人，還有沒有什麼教唯一會？得嘅就係耶穌基督嘅跟隨者，就係、基督徒。唯一我們可以叫他們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感謝神啊！感謝神。嗱，呢個咧喺42個事項裏邊咧，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候咧，唯一我冇擺落去嗰個次序嘅咯。那這個是唯一在42項裡面，呢個又唔係喺沒有天上發放在裡面。生嘅事情，這個不是在天上發生的事。但係喺呢個啟示錄裏邊有講咗個大淫婦。但是在啟示錄講到一個大淫婦。呢個大淫婦唔係一個人嚟嘅，唔係一個女人或者一個男人嚟。那個大淫婦不是一個女人，也不是一個人。佢其實係講一個組織。其實他是講一個組織。佢嘅組織咧係差唔多係同好多壞，尤其是呢個魔鬼嘅組織係同流合污嘅。他是跟那些魔鬼的組織是同流合污。但係好多人而家嘅解經家同埋呢個讀聖經嘅喺呢個神學院裏嘅研究，佢認為呢個大淫婦就係今日喺呢個被提之後剩喺地上剩低嘅天主教。但有些解經家覺得這個大淫婦就是在地上還剩下來的天主教。點解佢話係天主教呢？為什麼他們說是天主教呢？而家就喺全世界最大嘅一個宗教組織，係一個掌管唔同嘅國家，你係呢個美國啊，喺歐洲啊、南美啊，都係天主教徒喺。那現在在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的組織是天主教嗎？被提之後，剩低喺呢個天主教喺梵蒂岡裏邊嗰啲係咩人嚟㗎？那如果被提之後，還剩下來的在梵蒂岡，嗰啲剩下的是什麼人呢？嗰啲係咪啊？如果佢基督徒已經係被提㗎啦嘛，點解佢留低喺度咧？如果是剩下來的，他們應該不是基督徒，因為基督徒已經被提了。而且而家嘅梵蒂岡裏邊，佢有好多嘅政治組織喺度。那還有現在的梵蒂岡裡面而且有很多佢有好多政治的組織，有好多經濟嘅命脈喺度。也很多經濟的命脈。喺呢一個唔同嘅國家裏邊，好多嘅天主教嘅組織係有好多啊，有好多值錢嘅地啊，嗰啲教會嘅地啊，所以佢哋好多呢個經濟上嘅能力。那很多國家有很多天主教的一些的有經濟價值的。但係好奇怪，呢個大淫婦係最後喺中間，當呢個魔鬼被踢落嚟嘅時候咧，呢個大淫婦就俾呢個魔鬼嘅獸啊係燒死咗，係燒爛咗，即係唔係個人死啊，而係成個組織解散咗。那他很奇怪，在這個大淫婦，在那個魔鬼的時候，那個獸來的時候，把他燒死。所以講上兩個月前講到7嘅印，而家講7個號角。那現在我們講7個號角。第一個號角係講到冰雹、烈火、鮮血從天上落嚟。那第一個號角是講那個冰雹、烈火跟鮮血。第二個號角係講一個火焰山咁樣跌落嚟，係將地上個海變成血。那第二個號角是講到那個烈焰山掉下來，把地上的海都變成血。可能有個呢個茵陳係講一個叫 woodworm， 係一個好似星球咁樣，係可以 meteoroid， 係將地球落嚟打到地球。還有一個茵陳，就好像一個隕石打下來地球。所以將地上嗰啲河流啊、嗰啲泉水啊，全部都污染晒1/3。那就把地上1/3的河流變成污染了。第4個號角係全個世界有1/3變得黑暗。那第4個號角就是全世界有1/3的地方變黑暗了。呢啲唔係我哋人可以想像到，話好似日食啊、月食啊啲咁。這不是我們人可以想象的，什麼日食、月食。呢個係同時太陽、月亮、星星全部黑晒。那這個是同時太陽、星星都變黑了。好似當年2000年前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由12點到3點嘅時候，全地都黑晒。就好像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時候，那時候是中午12點到3點，全地都變黑了。弟兄姊妹，呢啲唔係自然現象，這不是自然的現象。呢啲係神嘅作為，神嘅計劃。是神的作為，神的計劃。喺第5嗰度講到邪惡嘅蝗蟲，嗰啲係蝗蟲，唔係普通嘅蝗蟲。那第5講到邪惡的蝗蟲，但是這不是普通的蝗蟲。聖經講啲蝗蟲好似啲鐵甲咁樣嘅。
那聖經講的蝗蟲就好像有鐵閘這樣。佢咬到人嘅時候，啲人會痛苦5個月咁多。那它給它咬到了，人會痛苦5個月。你哋俾個蟲咬過未？你們給蟲咬普過嗎？通蟲咬咗都會痕啊，要搽嘢或者會損咗。你給它咬完，你會覺得很癢。如果你去嗰啲馬場嘅時候，有啲馬嘅烏蠅咧咬得好痛啊。那如果你去馬場，有些馬的蒼蠅會呢咬啲係比你很痛。嗰啲蟲咬係更加成百倍、成千倍痛。那這些蝗蟲咬你的話，那個痛是百倍、千倍。佢講到咬咗之後，自己想死都死唔到啊！聖經說，給它咬了以後，想死也死不了。所以係咪神保護教會被提，唔使經歷呢啲咁痛苦嘅事情？那是不是神保護教會，我們被提不用經歷這個痛苦？然後跟住有2億嘅邪惡嘅騎兵，那還有2億的邪惡的騎兵2萬萬嘅兵嚟打呢個以色列，打世界上唔同嘅基督徒嘅國家。那是2萬萬的人來打。呢啲唔係人嚟嘅喎，聖經講到佢哋好貴喺口裏邊好似噴火啊出嚟咁樣。那這不是人，因為他們口會噴火，噴那個火。佢啲身好似個鐵甲咁樣。那身好像穿了鐵甲。所以我哋用而家嘅科學嚟講咧，可能解釋唔到，呢度可能係鐵甲人，可能係 robot。那用現在的科學解釋不了，可能是我們現在的機器人。7號角嘅代價比呢個七印更加嚴重。那7個號角給那個七印更厲害。佢1/3嘅地球係被燒，個草被燒；1/3嘅海水變咗血；1/3嘅海洋所有嘅生物都死咗；1/3嘅船隻都被摧毀。那1/3的植物被燒，1/3的海水變成血，1/3的海洋裡面的生物都死了，1/3的船都摧毀了。好似好慘咁，係咪？好像很慘。但係再諗下，我前幾次講啊，翻去大洪水嘅時候，記唔記得大洪水喺呢個啟示錄嘅時候，喺大創世記。但是我們想一下，在創世紀講到那個洪水。洪水嚟嘅時候，7日7夜放流水，全部世界上所有嘅生物、所有嘅人都死晒，淨得8個人。洪水來的時候，全世界人都死了，只剩下8個人。所以神答應唔再將用水嚟殺死人。所以神答應不再用洪水來殺死人。但係就用咩啊？用火燒，用血啊，用海洋，用星球。但是就用了火，用那個血，還有那個星球。你再加埋，直至到7號角之後，大約有60%嘅世上嘅人口全部死咗。還有7個號角之後，大概有60%的人死了。1/3加1/4，1/3即係2/3，除去4得翻60%。1/3加4/4再除4，就變成1/6。然後再講呢個2個見證人。然後來又講到2個見證人。呢2個見證人好重要，因為佢加埋嗰144000人，佢哋將福音傳講到有好多人，冇數唔盡咁多人信主。那這2個見證人很重要，他們傳福音，有很多人信主。頭先我哋講到喺天上發生嘅事，有個女人係代表以色列，個男童係代表耶穌基督。然後剛才我們講到在天上發生的事，有女人代表以色列，男童是代表耶穌。個龍就代表嗰個古龍，亦係代表魔鬼。那個龍就是那個古龍魔鬼。係當龍呢個嬲嘅時候，佢去追殺呢個耶穌基督。那是龍發脾氣的時候，他就追殺耶穌基督。咁呢度講到話個女人要帶住個男童走去荒野，係3年半嘅時候要避開。那這個講到女人帶着男童去曠野，待了三年半。但係最重要就係天上嘅戰爭，呢場戰爭。那最重要是天上的戰爭。呢度唔知道係究竟係邊一個印之前，抑或邊個呢個號角之前或之後發生嘅事。那這裡不決定，不知道是在哪一個號、哪一個印的時候發生。呢場戰爭係咪喺地上紅馬、白馬同灰馬黑馬之前呢，或者之後呢？那這個戰爭是不是在我們說的紅馬、黑馬、灰馬發生的事情同時呢？但係肯定係喺前3年半。那但是肯定是在前3年半。因為喺中期嘅時候，喺3年半之後，魔鬼會被踢出天國。
因為在天堂後面的3年半，魔鬼是被踢出去天堂。呢場天上嘅戰爭咧，係被踢出嚟之前發生嘅。那就是那個天上的戰爭是在他魔鬼被趕走之前發生的。咁亦唔會話喺大災難之前發生嘅事。那也不會在大災難之前所發生的事。所以係喺個前3年半中間或者嗰段日子裏邊發生。所以應該是在前3年半或者中間的時間發生的。但係最重要，頭先開始講嘅時候，就係魔鬼被踢出呢個天堂嘅時候，佢唔可以再翻去神面前嚟攻擊我哋、指正我哋。那最重要的是，魔鬼被趕出去、趕離開天堂，他不能在神面前來控告我們。但係佢會喺地上作惡。但是他在地上作惡。因為佢真係好唔開心，因為佢俾人踢出天堂。因為他是很不開心，因為他給人趕出去天堂。所以呢個就係可以講得係大災難一個好重要嘅仲一環嘅轉折點。那就是這個是大災難的很重要的轉折點。所以你如果好似用喺個書架上面，就好像在一個書架上，有好多唔同嘅書，有很多不同的書。你喺第一本左邊同埋最後一本，你嗰度有2個好似個架喺度夾住啲書咁樣。就好像有左邊跟最右邊有一個架子，把它們擠在一起。如果你有好多書嘅時候，你中間可能仲要加多個夾落去嚟齊整咗啲書。那如果有書很多，你中間還要放一個夾子來固定書。所以你將大災難變成好似個書架一樣嘅，發生嘅事情係一步一步咁樣安排嘅。那個大災難就好像一個長書架，發生嘅事情一步一步的來。第一本個書架你就係嗰個備題。那第一本書就是備題。係經過大災難最後嗰本書嗰個架就係耶穌基督翻嚟。那最後那一本書的那個就是耶穌基督再回來。喺中間嗰個架就係魔鬼被踢出天堂，那個書架的嚟到地上。那個書架的中間就是魔鬼被趕離開天堂，所以呢個來可以到地上。講得係人類歷史、信徒歷史、聖經歷史裏邊嘅3個轉捩點。就是講到人類的歷史的3個轉捩點。但當然最重要嗰個轉捩點就係2000年前耶穌基督喺十字架被釘死嘅時候，嗰個係最重要嘅，因為嗰個係打贏魔鬼嘅最重要嘅一環。那最重要的當然是那個轉折點，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勝過魔鬼。所以當魔鬼落到嚟地上嘅時候，那當魔鬼來到地上嘅時候，佢要喺地上作王啊嘛，佢係從呢個亞當手上搶咗地上嘅王權喎。那他要在地上做王。當然耶穌基督將來喺千禧年嘅時候，佢喺地上做王國嚇。那當然在千禧年嘅時候，耶穌基督也在地上也會做王。魔鬼係一個好怪啊，可以講得。魔鬼是一個很奇怪的。佢係可以做虛偽，他可以很可以虛偽，呃人、騙人。騙人。佢要好似佢要學神一樣。他也會學神所做的。所以佢唔單止喺地上作王嘅時候係要扮好似耶穌基督咁作王一樣。他做王嘅時候就是學耶穌基督做王嘅樣子。佢甚至將自己好似耶穌基督同神一樣三位一體咁樣，佢都係學神。他也學神的三位一體。如果你睇啟示錄12章至13章嘅時候，你都要睇到佢亦可以有三位一體。那如果你看啟示錄12、13章，他也三位一體。魔鬼為佢當自己係父神，他把自己當成父神。從嗰個海上邊出嚟嗰個獸啊，佢係叫佢做子，係耶穌基督聖子啊。那從那個海中來的獸，他稱為子。而家呢個喺地上嚟嘅獸咧，佢就係當聖靈，聖靈係出去做工作噶嘛。那地上來的獸，他把它看成好像聖靈。所以呢個敵基督係第3年半之後，佢轉面嘅時候，佢要所有個人去敬拜邊個啊？敬拜嗰個海中獸。那所以他敵基督來的時候，他要把所有人都要他敬拜那個海中的獸。係咪等於我哋教會敬拜耶穌基督一樣？就好像我們教會敬拜耶穌基督。我哋嗰個目標係咩啊？高舉基督，係咪？
我們教會的目標是不是高舉基督呢？所以將來嘅喺最後嗰3年半嘅時候，魔鬼要所有嘅人、所有嘅信徒都高舉呢個邊啊海中獸。那幕後的3年半，魔鬼也要我們所有的人去高舉從海來的獸。呢個你要從呢個睇佢嘅組織，睇喺地上所做嘅嘢嚟，可以推理到佢嘅心態係咁樣。那我們可以從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可以推到他們的心態是怎麼樣。所以睇下海中獸喺呢個，其實呢個海中獸係唔係一個真係一個獸嚟嘅。嗰時可能係一個人。其實這個海中獸其實不一定是一個獸，可能是一個人。亦又可以係一個組織，好似個妓女一樣。也好，好似個淫婦一樣。也可能是一個組織，好像那個淫婦這樣。可能係一個國家。也可能是一個國家。佢話形容嘅時候，啲聖經話七頭十角十冠啊。那聖經形容它是七頭十。大家可以推理下邊一個國家係從海上嚟嘅。我們可以推一下想一下，我們哪一個國家是從海上來？中國唔係從海上嚟嘅。中國不是從海來的。中國係邊度啊？中原啦，我哋中原嘅人。我們中原。係內地嘅人嚟，我哋唔係。我們是。但係日本，但係當然唔係日本呢度啊。日本係海仲嚟。那日本是在海裡嗎？英國係海上嚟，係咪先啊？英國呢，在海上。好多歐洲國家都係海上嚟。很多歐洲國家都在海上。跟煲啊，大炮戰艦嚟打中國。他們有很多戰啊，來打中國。七國聯軍入呢個北京嘅時候都係戰艦跟煲。7國或者8國。所以我哋唔知呢個係真係人啦，因為係國家，但係知道大約個地方就係佢就係同海有關係。所以我們不知道這個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國家。呢個人真係如果係人嘅時候，佢會死咗，然後會復活，好似耶穌基督一樣，係咪學晒耶穌基督一樣？如果這個是一個人的話，他可能死了又復活。好似俾人謀殺，打咗槍咁瞓喺地下，咁第二日起翻身冇事。全世界覺得哇，佢好似係神一樣。也可能他是被殺了，然後明天又起來了，又復活，好像耶穌基督。頭先都講到喺頭3年半嘅時候，呢個白馬呢個敵基督係敬拜耶穌基督嘅。那我們剛才也講到頭3年半那個白馬，他是敬拜耶穌基督的。但係當魔鬼跌落嚟嘅時候，佢變咗樣啦，佢調轉咗就唔拜耶穌基督，係拜呢個海象獸。那但是魔鬼下來的時候，他就變了，他就不拜那個耶穌基督，拜那個海中獸。如果我哋喺嗰段日子喺呢個世上生活嘅時候好慘。如果我們那時候在地上生活，我們很慘。你一定要拜，你唔拜咧，佢哋又會懲罰你。我們一定要拜他。如果你不拜，他會懲罰你。而且佢呢個海中獸咧係有3個字代表666。那還有這個海中獸有3個字來代表，就是666。如果你冇666呢個字咧，你唔可以買嘢，你唔可以做嘢，你唔可以交稅，乜都唔得。如果你沒有這個記號，你就什麼都不能做。今日好容易嘅啫，而家係咪？而家所有你都係用 credit card 啦，用 credit card 都唔用啦，而家用 iPhone 啊、Apple Pay 嗰啲，用 Alipay 啊，大陸。那今天我們都用信用卡Apple Pay 啊。我前幾個月去大陸嘅時候，又冇 Alipay 又乜冇，全部都用 Pay。咁佢用 cash 有啲地方用現金佢都唔收，有啲地方。但係而家大陸係立咗法，一定要收現金。那前幾個月我在大陸，很多都不用現金，也不收。所以個系統已經存在咗今日。當到嗰陣時候，666嘅時候，真係好容易就佢哋可以推行。那現在已經知道以後那個666來的時候，也很容易推行。所以呢個來自海嘅就變咗耶穌嘅，呢個來自地嘅獸咧就係嗰個假先知啦。那個來自地的獸就是那個假先知。佢係要人去敬拜呢個從海上嚟嘅獸，嗰個好似係耶穌基督一樣嘅仔嗰個。他是要我們人來敬拜那個海上來的獸。佢就係推行嗰666嗰個人。
他就是推行那個666的那個人。其實可以講得，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喺政治上啊，喺呢個世界上啊，見到好多人好似好覺得佢好似好愚蠢嘅，點解好多嘢都信到？咁少嘅嘢都會信嘅，你哋？那有時候我們在地上，我們看到一些人好像很愚蠢，什麼都相信。係咪人真係好愚昧咧？是不是人很愚昧呢？但係大家我哋要唔好睇輕魔鬼同埋獸嗰個力量，欺騙嘅力量。但是我們不要輕看那個魔鬼欺騙的力量。我哋今日有幾多人喺呢個手提電話裏邊俾人呃？我們今天有多少人在手提電話裡面給人這樣騙呢？人俾人哋喺壓力之下，好容易俾人受騙。那我們在壓力底下很容易受騙。哇！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你就銀行啲錢俾人提晒啦咁。那如果你不做這個，你銀行的錢就全被提走。係咪啊？我哋有時都會見到啲咁嘅 message 喺個電話度，都會有時，誒係唔係真嘅咧咁啊？那有時候我們在我們的電話看到這些信息，我們也會想象是真的還是假的呢？人係真係好容易受騙。其實人很容易受騙。尤其是你係喺壓力嘅之下，尤其是你在壓力底下。喺呢個終點嘅時候，喺呢個3年半嘅終點嘅時候，那在3年半的呢結尾的時候，天使長打敗咗魔鬼之後，那天使長打敗那個魔鬼，佢跌咗落嚟地下，他摔到地上，佢於是開始一連串嘅喺地上攻擊基督徒，攻擊耶穌基督。攻擊144000人，攻擊嗰兩個見證人。他在地上攻擊那個信徒，攻擊那個144000的人，也攻擊那個兩個見證人。而且魔鬼唔需要喺天上，佢喺地上指揮屬佢哋嘅大嘅組織。他在地上指揮他那個大的組織。呢個係佢唯一最後嘅一段日子，只係得3年半。那這個是他最後在地上的日子。喺呢個阿米吉多頓大戰之後，佢會困咗喺呢個地底下邊1000年嘅時間。那在那個哈米吉多頓的大戰以後，他會困在那個地上，裡面1000年。就會開始咗後半期，後3年半所發生更嚴重嘅災害、更嚴重嘅懲罰。那就會開始3年半裡面更厲害的災難。所以大災害最重要嘅結果係咩？經過7年之後，那大災難最重要的結果是什麼呢？魔鬼嘅頭被壓壞、壓扁。那個就是魔鬼的頭會壓扁。耶穌基督徹底嘅戰勝咗魔鬼撒旦。那耶穌基督徹底的戰勝了魔鬼。然後耶穌基督再翻嚟。然後耶穌基督再回來。咁對我哋教會有咁嘅信息有啲咩嘢重要呢？那對我們教會有什麼重要呢？神係掌管歷史嘅。神是掌管歷史的。神係掌管時間嘅。神是掌管時間。神嘅計劃從開始已經一路實行到今日。那神的計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在實行，直至到大災難，直到大災難，直至到大千禧年，直到千禧年，直到最後喺大白寶座上嘅審判，直到大寶座的審判，直至到永遠喺新天新地裏邊，直到永遠新天新地。弟兄姊妹，撒旦已經被打敗咗㗎啦。弟兄姊妹，撒旦已經給打敗。佢而家係垂死掙扎。他現在是垂死掙扎。佢想拉多啲人落地獄同佢一齊，越多越好。他想把多一點人拉到地獄，跟他在一起。佢冇可以再翻生。他不能翻身。佢所做嘅假嘅嘢係唔會持久，一定會被擊敗。他所做的假的事情不能持久。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耶穌基督點解會贏咗呢場仗呢？那耶穌基督為什麼會贏呢？因為佢係流佢羔羊嘅寶血喺十字架上嚟戰勝死亡，然後復活。因為他在十字架流下他的寶血，戰勝死亡。所以魔鬼係直接徹底嘅司法上、軍事上全部打敗。那魔鬼是徹底的被打敗。所以我哋唔需要害怕。所以我們不要害怕。我哋要站立得穩。我們要站立得穩。因為我哋唔需要再怕魔鬼同埋魔鬼佢嘅跟隨者嚟攻擊我哋喺呢個世上。
因为我们不再怕那个魔鬼跟他的跟隨者攻擊我們。我哋一齊嚟低頭禱告。我們一起主，我哋感禱告。謝你，主，我們感謝你，你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打勝呢場仗。你在十字上為我們打勝這場仗。你完完全全嘅將魔鬼佢嘅頭壓碎，你完完全全的把魔鬼的頭壓碎，讓我哋可以同你一齊分享戰勝嘅結果。讓我們可以一起跟你分享戰勝的結果。主，我哋盼望有一日好快嘅去到你嘅身邊。我們盼望你很快的，我們就在你的身邊。我哋知道我哋好快嘅亦同你翻嚟喺呢個世上，同你喺呢個世上再作王。我們也知道很快我們能夠在你回來，我們一起做王。我哋要將榮耀歸於俾你。我們要將榮耀歸給你。我咁禱告讚美奉賴主嘅名求。我們禱告讚美奉賴主的名。阿門。阿門。再一次母親節快樂！我代表教會來歡迎今天第一次到我們當中的訪客或者同拜的。先從我的左手邊開始，有沒有第一次來的？如果有的，可以自己站起來。朋友帶你來，可以介紹你。左邊沒有，我的右邊有沒有？中間兩排也沒有。好，我們明天就開始禁食禱告啊！我們會6月14號，我們有會員大會來印證我們呼召2個全時間的傳道人。第一個是張牧師張前進牧師他是會做我們中文堂的牧師。還有另一個是我們的哈皮長老呼召他做我們英語堂的他先做傳道人，因為他還沒有安利做牧師，所以可能1年後我們安利他。要安利也有一段時間的，要安排安利的團隊，要請很多牧師來，所以要安排一段時間。所以會這個禱告，在外面那個走廊上面有那個怎樣禁食怎樣禱告，還有 Wendy 會每天送出去禱告的事項給大家。我們是決定每天3次禱告，你們可以1次也可以每次1個小時，你可以10分鐘 minimum 最少10分鐘。就8點鐘、12點鐘、7點鐘，你可以挑一個，也可以禁食1次，不要2次，不要3次。30天，你好像耶穌基督在曠野40天不吃，這很難啊！如果你身體有這不可以的，就不要禁食。如果你禁食可以喝一點水，喝一點orange juice 也可以。所以我們侍奉的教會，我們也跟他們談過他以前的經驗哈皮長老人不需要了嘛，你們已經見了這10多年所以為這個事禱告如果你有問題，可以找長老哈皮長老或王長老或者馬長老，可以有問題。今天是母親節啦。所以如果你是18歲以上的姊妹，請站起來，我們有一點小小的禮物送給你。如果你是17歲半，也可以站起來。今天的午餐是免費的。你可以站起來，我們也為你禱告。我們請馬長老上來當他們拿了花以後，為他禱告，為他們為姊妹禱告。馬長老上來。Ellie, you can stand up.
No， 你打英语团我找 Happy 的，等他们拿了以后。嘿，杨培新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啊，拿上来，不够啊，不够我们就给 cash 了。拿好了啊，还有 Hannah 没有？啊，还有后面还有后面有个。培新后面最后还有个，还有 Judy 的妈妈没有，后面有个后面呀 ，Judy 的妈妈还没有。好，我们请马长老为你们祝福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创造万有，也是赐生命的神。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这地上赐给我们有母亲，主啊，都是你的大爱在我们人间的彰显。我们谢谢你使用这母亲将你的爱真实的带到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啊，首先就来到了母亲的怀中。主啊，都是你用你的爱具体而形象的彰显。主啊，他们在这世上也比更多人更经历爱，更认识爱。主啊，也求你借着他们能够显出你的慈爱来。我们特别求你的祝福临到这些姊妹的身上，保守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用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引导他们借着他们把爱播撒在人间，更是借着他们能够把许多人能够不论是通过家庭还是通过关爱，更多的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让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切真爱的泉源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求你来保守在新的一年，在接下来的道路，他们在爱的旅程当中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艰难，都求主与他们同在，赐他们心力、体力和灵力，让我们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而且站立得住。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心怀感恩借着我们向我们身边的这些母亲来表达对他们的爱的付出，对他们爱奉献的感激之情，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在你的智慧当中所设计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季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被爱所激励，让我们这个爱来传递下去，让这个世界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能够充满你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我还有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们还有个意向的分享我们请牧师，为什么要请牧师请领牧师。其实我们希望9月以后我们再找第3个牧师，年轻一点的。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高举基督，铸就信徒，广传福音没有变但是我们过程里面怎样去呢？就看我们以前的历史我想分享这个意向以前我们1997年就在那个 Columbia 108哪里开始的，3月15号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开始崇拜哪一年大概也不多，因为开始嘛，还有30人在英语堂。我们一开始有英语堂的我们开始就中文堂大概60人，大概是100人年轻人小童大概是100多人。但是到1998年第1年已经增加了，中文堂已经很多，已经过100人了。我们两个堂比较这里一半，所以都到大概2001年的时候，已经到了大概有300多人连小童连青少年，所以我们就搬到2003年就搬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大的场地，在那个108里面我们有2个地方，我们租了个工业的地方，里面有两个地方，就大概是1万平方尺
1000平米啊，大概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成长，慢慢。当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有几家人走掉，因为他觉得太远。现在觉得不太远了。很奇怪，我们的名字是海华郡圣经教会，但是我们在伯利摩康体里面，所以我们改名叫在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Howard County。大的，所以我们在成长到大概12年前，我们开始到了300多人了，再回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在旁边这里再建一个 hospitality building， 也考虑搬回去 Howard County， 所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神没有开门呢？为什么没有开门呢？原来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不要建，因为 COVID 就来了。真的，如果我们建了堂就没有人了，3年4年没有人了。所以看我们现在的情况就不多啊，现在慢慢就开始在中文堂比较多人起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从这里有学习，将来我们怎样去侍奉。这里是我们长老会祷告以后觉得的，我们5年觉得应该在成长到300人，回到300人，但是要怎样去呢？也要全时间牧师才可以，长老又不够啊，但4个长老啊，所以4个长老就讲道，所以10年，2036年可能到了300多400人，那我要讲得清楚一点，我们不是看人数，最重要看我们的灵里面的成长成熟。教会成熟，我们又看重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教导讲道，不是人多，这个不是好像 entertainment 不是请人来开会就炫不是，我们要在灵里面就成熟。所以20年以后，我们可能已经到500人，再到30年以后，我们明年就30年周年了，3月15号，我们今年美国是250年，我们明年就30年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看我们的我们的 leader， 我们的领袖，开始的时候1997年就是我一个长老，我是母会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也有母会有几个长老的帮忙，我们有 Julie Stone 有 Gilbert 就过来，还有林牧师也过来讲道，所以也有帮忙的。但是后来我们有宣明俊牧师了，我们安利他后来我们有2个长老Benjamin Tang 邓长老，后来我们就加了玛雅英语堂。我们成立这个教会最重要，我们要将来的 generation， 将来的下一代都是讲英语的，所以开始我们也有英语堂，开始有英语堂。后来我们再加了 Allen， 所以有个 U， 所以我们有3个全时间了，但是后来妈呀，明君走以后，我们的Albert 长老，Albert 牧师，欧牧师，他一个人做2堂 youth， 还有带诗班带唱歌，一个人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路我们有多全时间的。其实在教会里面100个member 就应该有1个牧师，因为有很多 caring 很多辅导都做很多工作，探访很多的。所以我看我们希望5年今年加2个全时间的，明年可以再加一个年轻一点。我是43岁 ，OK， 张牧师62岁，有人讲他太老了，但是他如果可以做10年也不错了。我们哈比长老是50岁，所以40岁、60岁、50岁，我们在
呼召一个年轻一点的40岁，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教会的火把就传过去了嘛啊，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但是如果10年后我们可能要，如果中文堂、英语堂哪个堂需要多了，我们请2个英语堂的牧师，2个中文堂的牧师也可以，对不对？神会供应的，不要怕啊！我们现在神30年过了，神没有小供应我们教会，我们没有 red budget， 我全部都有盈余，所以我们要用神的钱的，所以要请多的牧师来哈。所以我们长老也要加，因为我要退休了嘛。长老不退休啊，保罗没有退休，彼得没有退休啊，我就走了，是神接我走。所以我们deacon也有加，所以这里现在我们的需要，你看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个英语牧师？你看崇拜、主日学、小 group 探访、福音辅导，还有我们还有宣道、建堂啊、集堂啊，在 Jamaica 节堂 ，OK。我们其实我们教会开始第5年，我们已经在 Baltimore County 已经集堂了，已经过了20年没有集堂，所以我们应该再回到宣道的场上，我们做多一点事工啊。还有哈比长老会做少年事工、青年事工。我们在这个教会最热的就是青年，我们没有young adult，他们去大学都不回来了，对不对？他们毕业了，他们结婚了，他走了，到加州啊，到新加坡去不回来。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做一点事工。中文堂如果张牧师来的时候，他会照顾老人团契那个 K 老，所以很多事工我们需要人啊，长老做不到，不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群呢，这个可以另外一个英语牧师也可以，啊，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intern 就给 children 的，summer开始，实际上我们希望的是全年都有，啊，这 Wendy 是负责的，所以还有我们有2个负责在这个 office 办公室来支持的，一个是 Judy， 还有另一个是 Kelvin Kai。所以我们慢慢组织这个教会一个整个同工来推动我们将来的成长，啊，所以请你们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啊，这来一个事要为张牧师祷告，要为哈比长老祷告，好吧 ？OK，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接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以后散会。今天的 lunch 母亲是免费的啊。